我哋上兩次咧睇咗17世紀、18世紀嘅一啲嘅發展。嗱，今次咧我哋就轉變去一個第二個題目先，就講翻一個叫做美國嘅教會嘅發展。嗱，點解我哋要講美國呢？其實因為美國教會對以後嘅基督教嘅發展咧，尤其19、20世紀咧係太過重要啦。咁所以我哋都要明白一下美國教會嘅發展。嗱，先講個17世紀美國，多數我哋會由17世紀開始講嘅。嗱，未講之前咧，我要講下一啲英格蘭入邊嘅一啲嘅背景啦嚇。嗱，我哋都會講過一啲嘅叫做清教徒嘅一啲嘅人啦，清教徒啦。咁亦都講過咧，其實喺英格蘭入邊咧，其實有幾種嘅人㗎喎。嗱，有啲嘅清教徒咧，其實佢係好想喺聖公會入邊自己進行呢個改革。英文就叫 conformist 啊，咁亦都有啲叫 non-conformist。non-conformist 咧就係喺教會外，其實佢唔想留喺聖公會入邊，佢想喺教會外做一個嘅改革。嗱，17世紀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呢個信徒喺英格蘭咧就生活好艱難嘅，因為英格蘭嗰個社會咧，其實嗰陣時個大家嘅權力嘅鬥爭好緊要啊，所以咧政府即係國王嘅政策咧，其實係搖擺不定嘅，你可以話。咁所以喺嗰陣時生活嘅信徒咧係好多嘅好艱難。有啲嘅信徒係因為咁嘅原因咧，其實係想選擇離開英格蘭。嗱，其實離開英格蘭都有幾個選擇嘅。其實有啲嘅信徒係離開英格蘭咧，就去咗歐洲嘅地方，但亦都有啲人係住唔慣歐洲嘅。咁去到17世紀開始嘅時候咧，就俾佢哋有一個多咗一個嘅選擇喎。嗰個選擇咧就係去到一個叫新大陸 New World 新大陸。新大陸就係指我哋今日指嘅美國嚇美洲嘅地方。嗱，呢個新嘅地方好處咧就係咩都冇嘅，嗰度乜都冇，所以可以自己去到之後咧就自己決定去做啲乜嘢。咁所以嗰陣時有好多嘅地方嘅殖民地咧，佢哋就會成立一樣嘢，就叫做有宗教嘅自由。嗱，又唔係度度都係咁嘅，等一陣會講得清楚啲。亦都有啲人咧，其實移民嘅原因咧，就唔係呢啲宗教嘅原因嘅，亦都有即係經濟嘅原因，佢哋亦都會移民嘅。咁當然有唔同嘅原因啦，但係你會見到開頭嘅信徒咧，亦都有好多係宗教嘅原因，所以見到清教徒係喺呢個移民潮咧，尤其係第一波嘅移民潮嘅時候啊，係佔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嗱，美國或者嗰陣時嘅美洲啦嚇，我哋要睇下即係個 PowerPoint 嗰幅地圖咧，其實呢度咧係表達到咧係今日美國嘅東邊啊。如果大家熟悉嗰啲地方，美國嘅東邊嘅地方，美國東邊上邊咧就叫做即係紐約啊。如果大家知道紐約區啊，或者係Massachusetts 啊麻省啊個嘅地方啊，英格蘭嘅移民咧，其實就係最主要就去咗嗰度。咁成立咗好多個殖民地嘅，最後我哋就會叫做13個殖民地。嗱，13個殖民地唔係一開始就全部13個殖民地嘅，其實係即係大約係用咗幾十年至100年嘅時間先有呢個13個殖民地嘅。咁但係我哋用13個殖民地嚟做統稱咧，就因為咧去到1776年嘅時候，美國獨立嘅時候咧，就係呢13個殖民地獨立出嚟，就會話唔再即係跟隨英國嘅管治。咁啊13個殖民地直立，所以我獨立，所以我哋就會話13殖民地。嗱，13殖民地咧，如果大家睇下啲地名咧，我哋都好有趣嘅。如果大家即係熟悉啲美國啲地名咧，我哋一定會聽過，譬如話加州啦嚇，加利福尼亞州，咁啊我哋比較熟悉一啲。咁但係你睇下加利福尼亞州嗰啲地方名咧，有個叫做羅省啦，羅省英文 Los Angeles。咁我哋啊三藩市啦，或者舊金山嚇。叫 San Francisco， 咁啊有聖地亞哥啦 San Diego， 呢啲名你睇清楚啲咧，其實全部西班牙文嚟嘅。因為其實西班牙嘅人咧，其實好早期咧15幾年嘅時候咧，就已經去到美國嘅西部噶啦。咁但係美國嘅東部咧，你睇下啲地名咧，其實真係似英國啲地名嘅，尤其係正話講嘅 Massachusetts 嗰度咧，其實有一個統稱，嗰度叫 New England， 直情叫 New England 嘅新嘅英格蘭。咁亦都有 New York 啦嚇，即係紐約就叫 New York。咩叫 New York 啊？就即係新嘅 York 就係英國嘅一個地方啦。咁啊，仲有好多呢咁嘅名嘅，譬如話 New Jersey 咧，
New Jersey 新澤西州 New Jersey 亦都係英國嘅地方。咁所以你睇下美國東部咧，其實全部係英國嘅地名嚟嘅。咁呢13個殖民地咧，開頭咧就有唔同嘅歷史嘅。其實佢哋每個地方啲人點樣殖民嘅咧，咁就係睇下佢哋係邊班人去咗啦。咁所以咁嘅時候，其實13個殖民地佢哋每一度都有自己嘅歷史。所以我哋講美國教會歷史嘅時候咧，我哋要逐個地方講嘅，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論。尤其係最開始嘅時候，嗱，最開始英國嘅人去美國咧，其實去維珍尼亞州，今日嘅維珍尼亞州啦，佢亦都係嗰陣時都係用嗰個名。嗱，15幾年嗰陣時去過啦，但係唔成功嘅。真正成功嗰次咧係叫1607年，1607年坐咗隻船咧就去到一個嗰個地方，咁嗰個地方成立咗嗰個地名咧就叫 Jamestown。點解叫 Jamestown 啊？就係因為嗰陣時英國嘅皇帝就係 James the First 啊嘛，大家記得詹姆士一世 James the First， 所以佢哋去到殖民地成立咗嗰個地方105個拓荒者咧，就叫做 Jamestown。嗱，去嗰陣時咧，其實有聖公會嘅牧師一齊去嘅，但係去嗰陣時嗰班人咧105人咧覺得咧係需要好似清教徒咁成立一個即係自治區自己管理。但係呢個自治區結果咧，深尾都係變翻英格蘭自己統治，所以呢部分維珍尼亞州咧，其實都係某個程度上都係跟聖公會嘅統治。嗱，呢個就係維珍尼亞州啦。但係我哋跟住講過咧，喺美國歷史就好重要嘅，就叫做珀利茅斯啊 Plymouth。咁啊有一隻船咧，就係叫出名嘅船啦，叫 Mayflower 5月花號啊嚇。5月花號係點咧？1620年嗰陣咧，有101個拓荒者咧就坐呢個5月花號就離開咗英格蘭，就準備去美國。嗱，其實佢哋開美國嗰陣時咧，佢哋其實就真係又係想去維珍尼亞州嘅。不過行下隻船咧就俾啲風吹下咧就吹高咗，就越行越遠，就去咗上邊嘅地方，就去咗今日即係麻省 Massachusetts 嘅地方，就叫今日就叫 Plymouth 啦嚇。Plymouth 就喺今日另一個地方 Cape Cod 嘅附近啦，喺麻省嘅地方嚟嘅。嗱，去咗嗰度咧，嗰班係咩人嚟嘅？嗰班拓荒者其實嗰班人咧，其實佢哋係好想脫離呢個聖公會嘅。嗱，正話開始嘅時候講過，其實有兩班嘅信徒，有啲人想脫離聖公會，有啲人想留喺聖公會。但係呢班其實就想脫離聖公會嘅人，其實佢哋曾經去過荷蘭嘅，但係佢哋去到荷蘭之後，佢哋唔中意荷蘭，咁結果翻英格蘭，就聽到新大陸喎，咁結果就坐咗呢隻船咧，就去咗美國，去咗新大陸嘅地方。咁佢哋去嗰陣時候咧，就成立咗一樣嘢，就喺隻船嗰度咧，佢哋自己咧就決定。就成立一個叫公約5月花號嘅公約。嗱，呢個公約對後面有好多嘅影響嘅，因為就係佢哋自己成立嘅公約，就唔係話政府話叫你哋點管嗰笪地方，亦都唔係教會話點管嘅地方，係佢哋自己成立嘅地方，亦都係自己用基督教嘅原則，用清教徒嘅原則去成立去管理一地嘅殖民地嘅地區。嗱，以後咧。嗰笪地區嘅人咧，其實全部都係用呢個嘅管治嘅方法，所以我哋今日嘅術語咧，呢個就完全嘅政教合一嚟嘅。但係佢哋係用清教徒嘅原則去成立呢個嘅地區呢個嘅管治。嗱，但係其實個故事咧就唔係咁理想㗎。101個信徒去到咧第一年嘅冬天咧，佢因為天氣凍啊，唔習慣咧，天氣凍得滯咧，就死咗一半㗎啦，已經。死咗一半，有50個人左右咧就死剩嘅啫。即係你諗下嗰笪地方係即係冇人嘅，就淨係得佢哋。咁佢哋去到又唔習慣，佢哋為咗維生咧，爭啲就死咁滯㗎。咁所以今日咧，美國有一個傳統嘅，大家都好熟悉嘅呢個嘅美國叫感恩節啊。感恩節就未必係即係1620年、1621年開始，但係一般如果你今日去美國，佢好多時都會用呢個古仔嚟做話係感恩節嘅開始，即係個傳統。喺美國嘅傳統就話咧，佢哋係得到印第安人嘅幫助，咁就捱過咗呢個冬天。
捱過咗呢個冬天之後，更加令到佢哋咧就開始咧喺嗰度咧就種植到啲嘅植物咧，就令到佢哋有有嘢食啦，同埋有咗個生活，即係可以生活就支持得到自己。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得到印第安人嘅幫助嘅。嗱，呢個講法係一個美國傳統嘅古仔，最漂亮嘅古仔。你今日去到美國就成日都會聽到呢個咁嘅古仔嘅。嗱，今日嘅感恩節就係每年嘅11月嘅第4個星期四啦嚇。咁呢個係我諗係18幾年嘅時候搭例先至係用咗呢個日子係感恩節啦嚇。咁但係可能係講緊嘅事件就係1620年10月嗰陣嘅發生嘅事嘅。但係呢個係咪係一個古仔定係一個真實嘅事件呢？咁我哋就唔再追究落去啦。但係我哋今日就會用咁嚟去，即係美國人好多時都會用呢個嘅講法嚟講去感恩節嘅來源啦。嗱，我哋講完維珍尼亞州之後咧，我哋一定要講一講呢個馬薩塞斯 Massachusetts 同埋今日叫 Connecticut 嘅地方嘅地區嘅發展。有一班清教徒啦嚇。其實成立咗一間公司啊！嗱，嗰陣時英國成立嗰啲公司咧，好多時都係一啲叫做即係來往貿易公司嚟嘅。Massachusetts 嗰個 Bay Company 其實佢哋係想去美國，點解去新嘅殖民地咧？其實某個程度係想，亦都係想去做生意嘅。咁所以佢哋移民咗去之後咧，呢班嘅信徒咧，今次咧就想留喺聖公會嗰度。其實喺18世紀嘅開頭嘅時候咧，嗰幾十年咧。至少係1萬個英國嘅信徒咧，就係咁樣去移咗去英格蘭嘅地方。但其實就唔止英格蘭嘅人去移過去嘅，其實德國有人移咗去，荷蘭有人移咗民。其實歐洲唔同地方亦都有唔同嘅移民去到美洲，但係英格蘭係佔主要嘅部分啦嚇。咁但係呢啲人咧，後尾去嘅人咧，係開頭去嘅人咧，係好有宗教熱誠嘅。亦都係有啲人係宗教原因係去咗呢個新嘅地方，但係去到後期啲嘅時候咧，其實去嘅人咧就對宗教係比較冷淡一啲啊嚇，即係唔係話一定個個都係清教徒，或者係個個都係因為宗教嘅原因，而係好多係因為想喺外地，尤其係佢哋喺自己英國喺英格蘭咧，其實佢係比較低下嘅階層啦。佢想去即係好似今日嘅人一樣啦嚇，去到第二個新嘅地方咧，係希望有啲好啲嘅生活，咁嘅原因去移民嘅。咁呢啲咁嘅移民咧，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對宗教咧就唔係好熱誠嘅。嗱，但係佢哋咁樣嘅狀況去到即係個麻省咧 Massachusetts 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麻省嘅地方正話都講過咧，係由清教徒原則去管治嘅。咁咩叫清教徒原則去管治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因素咧，就係你一定要係教會嘅成員啦嚇，教會嘅 member， 你先至可以即係投入呢個社會嘅。咁咩係教會嘅成員咧？咁你一定要受洗成為信徒啦，係咪？即係亦都有得個重生嘅經歷啦，你又要叫 confirmation 啦，你先至可以成為教會嘅正式嘅會員。嗱，第一代嗰啲清教徒去到咧，冇呢個問題嘅，清教徒嗰啲去到係好有熱誠，咁佢哋當然係教會嘅成員啦。但係去到信二代咧，就已經開始有少少問題啦。嗱，信二代佢哋嘅子女開始嘅時候，其實有受洗嘅，受洗所以都係教會嘅成員啦。但係佢哋長大咗之後，其實佢哋對宗教冷淡咗咧，佢哋未必能夠通過呢個測試咧，就係令到即係教會係能夠係去證明到佢哋係有重生嘅經歷。即係話咧，佢哋究竟有冇權去領聖餐咧？咁樣亦都未必有即係呢個嘅權利啊。咁如果未必有呢個權利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唔係教會嘅正式嘅成員，唔係教會正式嘅成員。個問題咧就係佢嘅子女，即係第一代嘅人嘅孫嗰代，即係第三代嘅人，究竟仲可唔可以受洗咧？咁樣嗱，如果佢哋唔可以受洗咧，就有一個問題嚟啦。唔可以受洗就投入唔到呢個社會。即係等於我哋今日咁香港人咧，就要攞身份證嘅。佢唔能夠受洗咧，就真係冇攞到身份證。咁冇攞身份證之後，我哋點繼續喺嗰個社會度住咧、生活咧？其實好麻煩嘅。嗱，咁如果呢個係一個半個嘅問題，咁都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原來發覺越嚟越多人有呢個問題嗰陣時，教會咧結果咧就通過咗一個原則，就有啲人咧，嗱，呢個係外人咁叫佢啊，就叫做半途信約啊 （halfway covenant）。halfway covenant 咧就話
佢准許一啲第二代嘅信徒。如果嗰啲第二代嘅信徒，就算佢係冇資格去領聖餐嘅，就算佢自己唔係一個所謂 full member 咧，呢個信徒嘅子女咧，仍然容許佢去受洗。如果佢受洗咗之後，即係話至少咧，佢係可以成為呢個社會嘅一份子，咁我先可以繼續喺呢個即係社區度生活。嗱，呢個咁嘅做法咧，你可以話一個半登坑嘅做法咧。其實好多人唔滿意嘅咁樣去做法，咁但係冇辦法啊！嗰陣時好多人都係咁。咁你見到其實宗教咧喺嗰啲嘅地區咧，尤其係即係清教徒用佢嘅原則去管治咧，你會見到一啲問題走咗出嚟啊！嗱，我哋要講一啲嘅影響對今日咧比較正面嘅影響咧。嗱，呢個大家都會聽過啦。呢間就叫哈佛大學。哈佛大學咧其實係個 Massachusetts 嘅市政府宣布成立嘅一間嘅大學嚟嘅。咁今日我哋知道啦，美國最古老嘅大學就係哈佛即係大學啦，哈佛大學啦。咁哈佛大學成立嘅時候其實冇宗教背景嘅，本來就冇。但係其實佢成立點解要成立呢？就係因為嗰陣時市政府嘅人就話：我哋唔想以後我哋幫政府做嘢嗰啲人都係文盲嚟嘅，唔好咁多文盲，所以我哋一定要成立一啲學院，係去令到嗰啲人可以有即係受到教育嘅機會咁。咁結果我哋就有咗今日嘅哈佛大學啦，咁樣。嗱，我哋睇完呢個 Massachusetts 之後咧，又睇咗第二個地方。咁呢個就叫 Rhode Island 羅德島。羅德島係美國另外一個州嚟嘅，而家今日係另外一個州。嗱，呢個最主要嘅人物咧，呢個叫羅傑威廉斯嘅人物咧，佢其實本來咧都喺呢個 Massachusetts 嗰度牧會嘅，但係佢有一個講法啊嚇。佢個講法好特別嘅，佢話咧崇拜一定要真誠，咁唔可以逼人去崇拜嘅。嗱，咩叫逼人去崇拜咧？就正話你聽到，如果係清教徒咧，清教徒咧就成個地區嗰個地區個個人都要返教會，個個人都要跟嗰啲嘅即係清教徒訂立嘅原則去生活。羅傑威廉斯咧，其實佢基於佢對聖經嘅認識，佢話咧只有神知道邊個先係可以跟隨神。即係你唔可以逼人哋嘅，因為逼人哋冇乜意思嘅。佢話神就會知道邊個係跟隨噶啦。咁所以佢覺得宗教呢一樣嘢咧，就係自己可以決定去做，因為你唔可以逼人哋信邊個宗教嘅。所以佢話唔應該用一啲宗教嘅原則喺一啲社會嘅事務上邊。所以佢咁嘅時候咧，就結果喺1636年嘅時候咧，佢就離開咗佢本來嘅地方，去到呢個 Providence 呢個地點咧，就成立咗一個殖民區。嗱，呢個殖民區1644年係英格蘭係承認佢係一個正式嘅殖民區啦。但係佢嗰度係做一個實驗嘅，你可以話嗰個實驗咧就話威廉斯咧就一開始就已經話容許唔同宗教、唔同信仰，即係或者係宗派嘅人喺嗰度咧有佢自由嘅選擇。你中意選擇邊一種嘅方式，你都可以喺呢度一齊生活。嗱，呢個就係佢嘅做法。所以宗教自由喺羅德島咧一開始就已經有噶啦。嗱，咁啲人聽到佢咁樣嘅時候咧，有啲人就真係中意喎，咁就嚟咗啦。浸信會嘅人亦都嚟咗呢個羅德島，包括威廉士咧，其實佢自己都變咗做即係去咗浸信會嘅。但係佢去咗一陣，佢又離開咗浸信會。但係無論如何咧，浸信會亦都喺羅德島咧繼續可以即係成立教會，繼續可以做即係發展佢哋嘅教會。咁所以宗教自由呢樣嘢咧，其實羅德島咧係一個行先行。嗱，咁我哋又睇下第二個州啦，美國。咁有一個州叫馬里蘭州 Maryland 啊。Maryland 你聽呢個字咧，你其實我解釋完咧你就明白啦。Maryland 係咩咧？就係 Mary 啊嘛。Mary 係咩 ？Mary 其實就係天主教好強調嘅聖母瑪利亞嗰個 Mary。嗱，Maryland 嘅成立咧，其實就係因為嗰陣時英皇咧，即係為咗佢要得到佢其中一個男爵嘅支持咧，佢將笪地賜咗俾佢啊，巴爾的摩男爵，就為咗得到佢嘅支持咧，就將佢賜咗俾佢。咁呢笪咧係第一次英格蘭咧係可以俾笪地俾一個天主教徒嘅嚇，呢個好特別嘅天主教徒。咁所以雖然即係嗰度係天主教嘅領導啦嚇，但係其實去嘅人咧就比較多基督教徒同埋聖公會嘅人。咁所以深尾都多聖公會嘅管治嘅。咁但係後尾再後期嘅發展咧，其實馬里蘭州咧一路都係美國入邊比較天主教
即係佔大多數嘅主要嘅陣地啦，可以講嚇，就係馬里蘭州。嗱，再講多一個州咧，就係好特別嘅，呢個就叫今日就叫賓夕凡尼亞州啦，即係 Pennsylvania 啦。Pennsylvania 個名點嚟咧？如果你睇即係 Pennsylvania 咧，其實就由兩個字組成嘅，一個就 Penn， 一個就 Sylvania。Penn 係邊個咧？就係威廉佩恩 William Penn。William Penn 係點咧？就係嗰陣時英國個國王啦，查理士二世啦嚇，其實要還錢啊，俾William Penn 個爸爸要還錢俾佢咧，所以就索性賜咗笪地俾佢，話新嘅喺美洲有好多地喎，咁就賜笪地俾佢，咁就為咗還錢嘅。咁其實討論過叫咩名好啦，咁阿 William Penn 就話不如叫 Sylvania 啦。Sylvania 嘅意思咧，其實即係樹林咁解嘅 ，woods 咁解嘅嚇。咁但係查理士二世就話不如唔好啦，不如尊重佢爸爸嘅，就叫 Pennsylvania 啦。咁結果就叫 Pennsylvania。如果你大家熟悉即係賓夕凡尼亞州咧，即係佢個主要嘅城市叫咩咧？即係費城啊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 個字係點嚟咧？咁我哋又要睇下個希臘文啦。Phil 係咩 ？Phil 係 love， 即係愛。Adelphia 即係 Adelphos。Adelphos 係咩咧？就係 brother， 即係弟兄。咁所以 Philadelphia 費城嘅意思咧，就係弟兄之間嘅愛咁解嘅。咁我哋解釋下呢個字點嚟咧？其實 Penn 咧，即係佩恩呢個人咧，其實佢自己就係呢個貴格會嘅信徒。嗱，貴格會我哋上次都講，即係都講過咧，貴格會喺英格蘭咧，其實就好受到好多迫害嘅。佢自己係貴格會咧，所以佢想喺呢個新嘅殖民地咧，就做一個叫 Holy Experiment， 即係神聖嘅實驗。實驗就話呢笪地方設立嘅時候，就一開始設立就話你邊個嚟咧，我都歡迎噶啦，我唔會迫害你哋嘅任何信仰、任何即係嘅信念，你嚟到就得噶啦。咁結果咧，佢真係做咗呢個實驗咧。嗱，其實佢自己好少去呢個 Pennsylvania 嘅地方，佢好似去過2次嘅啫。直到佢死嗰陣時，佢只係自己去過2次。但係呢笪地方就成立咗之後，就令到好多唔同嘅宗派，包括信義宗、門諾派、德國嘅改革教會、浸信會、貴格派、聖公會、長老會，全部都去嗰度，就係一個好自由嘅地方。嗱，咁我講咗咁多度咧，其實你會見到美洲開始嘅時候咧，都有好多種唔同嘅做法嘅，有啲就清教徒，有啲就宗教自由，有天主教，亦都有啲係即係比較係近聖公會，全部都有唔同嘅發展。但係咧，其實有2個問題咧，困擾咗啲教會，係後尾對教會自己啊都有好多嘅問題出咗嚟。第一個問題就叫奴隸嘅問題。嗱，奴隸嘅問題去到19世紀咧，結果美國內戰啦嚇，就因為奴隸嘅問題啊。咁但係18世紀其實已經有奴隸嘅問題啦。奴隸嘅問題係乜嘢咧？其實究竟即係基督徒究竟應該有冇奴隸嘅咧？咁樣其實呢個問題困擾咗嗰陣時嘅教會嘅，因為嗰陣時嘅教會要發展，尤其係嗰陣時嘅地方咧，要發展好多叫 plantation 咧，好多種植園咧。其實就要靠好多人力，好多人力咧，佢哋好多人力嘅來源咧，就喺非洲即係輸入好多嘅奴隸。咁亦都有啲信徒咧，佢就話讀咗聖經之後咧，就話你唔可以叫你嘅弟兄做你嘅奴隸嘅喎，咁係唔符合聖經嘅喎咁樣。咁結果佢有咩做法咧？咁結果佢嘅做法就話，不如我唔向佢傳福音啦，佢唔係我嘅弟兄，咁佢咪可以做我嘅奴隸咯。佢唔想冇咗啲奴隸啊，因為佢覺得如果我將個福音傳咗俾佢之後，佢變咗我嘅弟兄，咁啊真係佢唔可以做我嘅奴隸咯。咁我邊度仲有奴隸啊？咁樣，咁所以有好多人就選擇，有好多信徒就選擇唔傳福音俾奴隸。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爭議性嚇。有啲嘅信徒就覺得唔係，有啲信徒就覺得奴隸制度一定要取締嘅，就唔可以喺即係教會入邊有奴隸嘅制度。咁所以呢個令到教會入邊亦都有好多嘅討論。第二個問題就係正話都講已經提出過啦，就係印第安人嘅問題。究竟你啲新移民一路去嘅時候，點樣對待啲原居民呢？咁好多嘅新嘅移民，結果對待原居民嘅方法就係當佢係敵人。所以有一場戰爭嘅叫 King Philip's War 嚇 ，King Philip's War 喺1675年嘅。咁結果呢個戰爭咧，其實印第安人輸咗嘅。輸咗之後咧，其實好多印第安人就俾人捉咗做奴隸嘅。
嗱，呢個嘅咁嘅做法咧，其實引嚟好多教會嘅人嘅不滿嘅，亦都有啲人一早喺教會就唔想咁樣啦，但係亦都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喎，我哋即係神派我哋嚟到呢個新嘅國家、新嘅地方做一個立國，咁我哋點解要容許一啲本來嘅人呢？咁尤其係睇翻舊約聖經，舊約聖經嘅時候都有啲即係應許進入應許地之後，咁原本嗰啲人我哋都要殺咗佢噶啦，咁樣即係有啲咁嘅個講法。所以呢個問題亦都係棘住好多教會入邊同印第安人嘅關係，亦都影響咗以後嘅一啲嘅做法。好，我哋講一講18世紀啦。嗱，18世紀咧，美國咧就出現咗一啲嘅狀況啊。其實先要講翻17世紀末、18世紀頭嗰陣時嘅情況。其實嗰陣時美國係好多移民嘅，好多新移民。嗱，嗰啲新移民咧就話佢都講過，已經係唔係第一代嗰啲移民啦，即係唔係宗教原因啦。咁所以新移民嚟到嘅時候咧，其實大部分都唔係信徒嚟嘅。嗰陣時信徒嘅比例咧，即係真正教會嘅所謂 member 啦，嘅會友啦嚇嘅比例咧，可能得10%嘅啫，得10%嘅人係真正教會嘅會友。咁佢哋咁少人嘅時候，咁個教會係點咧？咁但係咧，你可以睇教會歷史個好處咧，就係原來真係神咧係過一段時間咧就興起一啲嘅信徒啊。咁啊，1730年代咧，其實有一個復興啊，突然之間唔知，你可以話唔知點解咧，喺信徒之間有一個復興。咁我哋就會有講一件嘅事件啦嚇。1734年咧就有一個嘅牧師啦嚇，愛德華茲咧，佢一個講道咧就令到好多人啊得到復興啊！我哋會話呢件嘅事件，但係其實唔係單一嘅事件嚟嘅。大復興即係大覺醒，唔係單一嘅事件。咁另外一個人咧就叫威特菲德啦。我哋上次提過循道會嗰陣時提過一個人叫威特菲德。威特菲德其實就嚟過美國，就講過好多道嘅，亦都係即係呢個嘅運動好主要嘅一個嘅人物啦嚇。咁我哋講一講愛德華茲。愛德華茲咧其實自己即係佢一般公認佢就係最差唔多喺大覺醒運動嘅領袖啦、思想家、神學家啦嚇。佢亦都係一個牧師，佢喺耶魯大學畢業啦。咁深尾嘅時候，佢即係做牧師嘅影響好大啦。雖然佢去到臨尾1740幾年咧，其實已經比較冇咁受注視噶啦。佢最後喺55歲嗰陣時咧，答應就做咗嗰陣時啱啱新成立冇幾耐，嗰間就叫普林斯頓大學啦。普林斯頓大學佢係做校長嘅，但係佢做校長做咗1個月啫，就已經佢因為打唔知係打種牛痘啊，好似係種打針咧，打完針之後就因為併發症就死咗啦。1個月後啊，55歲就即係死咗。但係佢對美國神學界嘅影響係好大嘅。愛德華茲嗱，佢講道咧係好有理性嘅，其實佢講道係好平靜嘅，即係唔係好激情啊咁樣嘅。但係佢個講道亦都係好即係受到好多人嘅注視啦。嗱，但係威特菲德咧就好唔同啦。呢個英國人威特菲德。威特菲德佢上次我哋都講過，佢係牛津大學即係衛斯理啦。佢細過衛斯理啊，細過衛斯理9年啦嚇。咁威特菲德佢嘅講道咧，佢24歲就出嚟講道咧，就好犀利啦。咁有個記錄就話第一次講道嘅記錄咧，就令到幾多個人啊？15個人係發咗癲，係發咗癲。我哋上次話衛斯理講道有5個人死咗啦嚇，今次講道咧就話原來咧有15個人咧聽咗阿威特菲德講道咧就發咗癲噶啦已經。咁所以佢講道係好有激情、好有能力噶嚇。咁佢其實係喺美國咧係進行好多次嘅巡迴嘅講道。巡迴嘅意思即係每次係幾個月留喺美國去講道。嗱，佢嘅講道係好多人聽嘅。咁我哋今日有個歷史家嘅講法咧，阿 Mark No 嘅講法咧，佢就話威特菲德應該係18世紀嗰陣時全世界最出名嘅基督徒就係佢啦，因為佢最多人聽。佢一次嘅講道咧可以有8000人聽嘅。嗱，記住嗰陣時冇咪嘅嚇，講嘢係冇咪嘅。佢可以一次過講道嘅時候咧係幾千人聽得到，都講道都可以嘅。咁跟住以後仲有一個仲犀利嘅人啦嚇，我哋下次會講到。咁但係即係你會見到佢個講道係咁有嘅能力㗎。咁呢個美國嘅大覺醒嘅運動咧係一個復興嘅運動啦。復興運動其實我哋
其實最後已經講咗3個啦。第一個就喺英國嘅地方咧，就係衛斯理帶嚟嘅復興。我哋亦都講過敬虔運動帶嚟嘅一啲嘅復興，亦都講到而家咧美國呢個叫第一次嘅大覺醒運動嘅復興啦。大覺醒其實最主要嘅影響咧，第一咧就係其實好多地方一齊有大覺醒嘅，所以我哋正話講咁多個州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宗派、唔同嘅信仰咧，其實都可以全部一齊嘅復興嘅嚇。咁所以係首次出現呢個叫合一嘅力量啊。另外咧，好大覺醒咧，好強調，開始強調一樣嘢，就叫個人嘅主義。個人嘅主義，咁所以呢樣嘢都影響美國好緊要。我哋今日成日都話美國啲人係好強調，即係個人嘅權威啊，或者係個人嘅權利啊咁樣咧。其實嗰陣時就已經開始噶啦。嗱，大覺醒運動雖然佢係所謂嘅即係低下階層係影響多啲咧，但係其實嗰陣時就影響到成立咗好多我哋今日最出名嘅大學咧，都係大覺醒運動嗰陣時成立出嚟嘅。仲有一個嘅好大嘅影響咧，就係嗰陣時嘅信徒咧，尤其係麻省啊嗰啲地方係本來好多都係跟住清教徒嗰個原則，但係開始大覺醒運動強調個人主義咧，啲人會覺得政教合一仲係唔係一個合適嘅安排咧？咁嗱，開始啲人去懷疑呢樣嘢，所以啲人係離開咗呢啲咁嘅政教合一嘅宗派，而去到一啲新嘅宗派，例如係浸信會咁樣。最後我哋講一講政治啦嚇，因為我哋講到美國嘅時候，我哋一定要講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話美國好出名政教分離喎咁樣。咁其實點嚟嘅咧呢樣嘢？其實美國1776年成立美國嘅時候咧，佢哋開頭都已經有呢個諗法㗎啦，因為佢哋覺得即係呢個我哋如果咁個人主義，我哋直接可以經驗神，我哋又唔需要經過啲嘅政教合一嘅做法。我哋點解仲要去有建制教會咧？就算有牧師，點解要有咧？咁所以1776年咧，維珍尼亞州已經訂立條憲法咧，就話宗教要自由噶啦。咁但係即係跟住美國嘅憲法亦都有啦嚇，美國嘅憲法亦都有啦。但係其實佢嘅做法咧，其實都唔係做得好好嘅。1776年開始咗之後咧，其實唔係好多地方真係有宗教自由嘅，直至到1791年咧。即係過咗10幾年之後咧，先開始真係多啲嘅地方做到宗教嘅自由，亦都係立咗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嗰度咧，先至正式通過咗呢樣嘢，就話美國係唔可以用政府嘅立場係即係幫一啲做一啲宗教嘅嘢，係唔再係做得到呢樣嘢。咁所以呢個美國即係你可以話一開始嘅時候，都未必有，但係佢好快咧就已經有呢個政教分離嘅狀態。咁我哋就再睇一樣嘢咧，就係究竟美國係咪以一個叫基督教嚟立國咧？咁樣你其實你要睇下咧，美國嘅歷史咧，開頭咧我哋會講到好多係清教徒啊嗰啲嚟咧，就真係用一個信仰基督教嘅原則嚟去管呢個地方。但係去到美國立國嗰陣時，叫 Founding Fathers 咧，開國嗰啲嘅元勳啊嚇。其實佢哋話自己係信徒咧，你真係要睇清楚啲嘅嘢，佢哋信乜嘢。咁有幾個嘅信徒啦，即係 Benjamin Franklin 啦、法蘭克林啦，或者係華盛頓啦，其實佢嗰啲信仰已經唔係好純正噶啦。最特別嗰個咧，傑克遜咧，第3任嘅總統咧，其實佢仲特別啊嚇，佢去到77歲嗰陣時咧，佢攞咗本聖經出嚟咧，佢就將新約聖經入邊咧好多地方咧係刪除咗。佢覺得神蹟啊嗰啲嘢咧，佢唔信嗰啲咧，佢直情刪咗佢。咁佢直情就另攞嗰本咧，就覺得佢嗰本聖經係應該咁樣嘅。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其實個信仰未必係好即係好正宗嘅，即係尤其係更加多咧係信奉自然神論嘅做法係多啲。所以大家聽到美國人如果佢話佢係信神或者用個神字嘅時候咧，大家真係要搞清楚小心啲，究竟佢信神係咩意思？